沙咀 YMCA 港青酒店年初二煙花晚餐。我同師公呢，就尋晚去咗食同埋觀賞咗一場長達23分鐘嘅煙花。馬到功成耀香江，同一眾嘅食客一齊喝彩歡呼，迎接壯麗嘅煙花，陪伴共度燦爛新嘅一年。尋晚即場拍咗煙花呢，就盡快發佈片段上 YouTube、Facebook、IG 同埋 Threads。最近呢，我就開始嘗試下每當節日呢，就發佈下當下嘅節日氣氛。咁啊，希望可以讓我啲網友們啊、我啲朋友啊，或者我啲家人呢，都可以睇到現場嘅氣氛。咁就原汁原味喺好短嘅時間裏邊呢，就盡快呢要掟出街俾大家睇。咁之後返屋企定落嚟呢，先至再用時間去剪片。咁呢條片呢，就同大家分享下，你哋至中意嘅就係個餐有咩食呢？呢個名為賀歲晚宴4道菜套餐，包括咗前菜、湯、主菜同埋甜品。前菜呢，就係蟹肉芒果沙律，湯呢，就係 XO 醬龍蝦湯。主菜有3個選擇，有魚、有牛柳拌蝦同埋一個素菜。咁我同師公呢都係揀咗牛柳拌蝦。甜品呢就係 Tiramisu 意大利芝士餅，咁價錢呢就係988加1服務費。咁佢原價呢就係1238蚊嘅。咁係我美國啲屋企人啦，之前12月31號晚呢就倒數，又係睇放煙花。咁佢哋食過之後，酒店對啲舊客嘅優惠嚟嘅。咁啊，以988呢就已經加埋1噶啦。咁家人呢就將呢個優惠信息呢就轉咗俾我。咁呢一個餐呢就係喺1樓摩咖啡享用嘅。咁之後酒店呢就會安排食套餐嘅客人同埋自助餐嘅客人上17樓戶外睇煙花。咁呢一個對正維港嘅位置呢，就已經被譽為係最佳觀賞煙花嘅好位置之一。咁用餐時間呢，就係6點鐘開始，咁啊可以早10分鐘呢就安排入座嘅。咁7點半鐘到呢，就會被安排上定去17樓攞個好位置等煙花開始。咁啊差不多有1個半鐘頭啦，咁係足夠嘅，慢慢食完個餐，咁啊上去睇煙花。據資料，尋晚呢就有36萬人維港兩岸觀賞，有內地遊客喺海旁等咗3個鐘頭，睇第一眼呢就覺得等3個鐘頭都係值得嘅。咁今次賀歲煙花長達23分鐘，共燃放咗31,888枚禮花彈。咁我就將23分鐘剪輯成最精彩嘅部分俾大家回顧。祝願世界和平，為世界注入愛同希望，將愛融入地球每一個角落。大家向住身體健康方向，以萬馬奔騰般嘅喜慶氛圍，開啟新嘅一年。